到選民嘅支持，成為12年嚟第一位入主白宮嘅民主黨人。This election is a clarion call for our country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century. To restore growth to our country and opportunity to our people. To empower our own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lives. To face problems too long ignored, from AIDS to the environment, to the conversion of our economy from a defense to a domestic economic giant. 西方世界嘅民主美國，既然未能夠建立一套世界新秩序，而佢嘅歐洲伙伴就即係積極咁樣走向大一統嘅道路。共同體12國簽訂咗馬斯特里克特條約，簡稱馬城條約，標誌住12國將會先成立單一市場，然後逐步走向政治同國防統一。可惜呢條路亦都係波折重重。喺英國方面，首相馬卓安今年捱過艱苦嘅一年，由於保守黨政府冇辦法改善經濟，喺4月大選當中勉強勝出。由於英國經濟太差，而德國採取高息政策，令到英鎊冇辦法維持佢喺歐洲匯率機制中嘅匯價，受到全世界投資人士嘅拋售壓力。倫敦政府喺1日之內宣布加息2次。奪得第一面奧運游泳金牌。都被救。8分01秒衝上得手冠軍。他話佢做大小慶祝，但係捷克人就感到好無奈。肖陽文報導。喺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大批群眾喺大傳直晚已經聚集喺中央廣場，唔知新一年嘅來臨，以及佢哋新嘅國家嘅誕生。團結一致。梅西喺舊年用民族主義做綱領，係贏到總理嘅職位。當時佢答應要實現98年嚟斯洛伐克立國嘅理想。特政12點，人民大肆慶祝。跟住新國會召開第一次會議，而喺捷克首都布拉格，人民就並冇大肆慶祝。政界同宗教領袖有聚會，總理克魯斯話係會盡量維持同斯洛伐克嘅友好關係。克魯斯又話，捷克仍然會繼續自由市場政策，改善國家嘅經濟。無線電視記者蕭陽文報導。歐洲共民主成員國一以及一國兩制嘅方針，反對一中一台或者係一國兩府。另外，江澤民提到港澳問題嘅時候話，港英當局最近蓄意製造對抗局面，係中國同香港同胞唔想見到嘅。佢希望優質馬肉蟹7分5嘅285，特價195，6分貝同165，特價185，威巴新花真子零卡而家195，特價90萬，命一直新翻南方全面賣而家35，特價17個半。今個禮拜6日一早啲嚟美國西聯百貨買呢。戴志金話：今次事件牽涉嘅人命好多，港府非常重視，佢會盡快完成中期報告，交俾港督審閱。得到選已經盡力搶救。你哋有冇喺其他醫院嘅人手嚟幫手？唔需要，我哋呢度醫院好多，即係唔係當值。
但得到市民大肆慶祝，但係捷克人就感到好無奈。肖揚文報導。喺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大批群眾喺大除夕晚已經聚集喺中央廣場，迎接新一年嘅來臨，以及佢哋新嘅國家嘅誕生。跟住，新國會召開第一次會議。而喺捷克首都布拉格，人民就被毆但係捷克人就感到好無奈。肖揚文報導。喺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大批群眾喺大除夕晚已經聚集喺中央廣場，迎接新一年嘅來臨，以及佢哋新嘅國家嘅誕生。總理梅西奇呼籲人民要不分種族，團結一致。梅西奇喺舊年用民族主義做綱領，係贏到總理嘅職位。當時佢答應要實現98年嚟斯洛伐克立國嘅理想。到市民嘅支持，成為12年嚟第一位入主白宮嘅民主黨人。This election is a clarion call for our country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century. To restore growth to our country and opportunity to our people. To empower our own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lives. To face problems too long ignored, from AIDS to the environment, to the conversion of our economy from a defense to a domestic economic giant. 西方世界嘅盟主美國，既然未能夠建立一套世界新秩序，而佢嘅歐洲夥伴就正係積極咁樣走向大一統嘅道路。共同體12國簽訂咗馬斯特里克特條約，簡稱馬城條約，標誌住12國將會先成立單一市場，然後逐步走向政治同國防統一。可惜呢條路亦都係波折重重。喺英國方面，首相馬卓安今年捱過艱苦嘅一年，由於保守黨政府冇辦法改善經濟，喺4月大選當中勉強勝出。由於英國經濟太差，而德國採取高息政策，令到英鎊冇辦法維持佢喺歐洲匯率機制中嘅匯價，受到全世界投資人士嘅拋售壓力。倫敦政府喺1日之內宣布加息2次，奪得第1面奧運游泳金牌。更加快都有限制啦，亦都被禁。8分01秒衝線得到冠軍。他話佢做大肆慶祝，但係捷克人就感到好無奈。肖揚文報導。喺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大批群眾喺大除夕晚已經聚集喺中央廣場，迎接新一年嘅來臨，以及佢哋新嘅國家嘅誕生。
團結一致。梅西奇喺舊年用民族主義做綱領，係贏到總理嘅職位。當時佢答應要實現98年嚟斯洛伐克立國嘅理想。日正12點，人民大肆慶祝。跟住，新國會召開第一次會議，而喺捷克首都布拉格，人民就並冇大肆慶祝，政界同宗教領袖有聚會。總理克魯斯話係會盡量維持同斯洛伐克嘅友好關係。克魯斯又話，捷克仍然會繼續自由市場政策，改善國家嘅經濟。無線電視記者蕭若文報導。歐洲共民體成員國一以及一國兩制嘅方針，反對一中一台或者係一國兩府。另外，江澤民提到港澳問題嘅時候話，港英當局最近蓄意製造對抗局面，係中國同香港同胞唔想見到㗎。佢希望優質馬肉體7分有280款，有190款，6分配型嘅260款同185款，揮發新花真智能卡，而家190款特價90萬，命一程新翻南都全面賣團嘅35特價17個半。今個禮拜6日一早啲嚟俾我細連百貨買咧。包致金話：今次事件牽涉嘅人命好多，港府非常重視，佢會盡快完成中期報告，交俾港督審閱。得到消息，已經盡力搶救。你哋有冇喺其他醫院嘅醫療場所嚟幫手？唔需要，我哋呢度醫院好多，即係當唔係當值。得到市民新年進步，無線電視之世事有絕對。而家凡買大好軒尼詩 VSOP 混合鈣同金屬鈣鹽，絕對可以免費換取杏仁2罐，更有機會憑遊戲卡贏埋禮上禮添，包括卡片、收音機、太陽眼。اسمه يسعد مشالس لا يخوف نسند يلعن وصاحبه يسعيس واحدة يسنش دودوس عادي وين مش يسنيك دلو واسنوان يا بيس يا أبنا أبو أبني دودني عشان نسوت يوش طبقتي عشان أحدثني أبني دودني 衣服鞋襪。你睇到呃個人，死者包括13個男人7個女人，咁其中有2個咧係歐洲人，一個係日本人。傷者當中，其中3個係當時當嘅。Now, more of the people of the South Tyrol. Yes, we get to those whole people. No. People is even just a part of your Yes, yes, stand up and make it the next. Oh, for the neighbor. There's no ice to talk, but there's not our call. The earth is in the shell. 街上周圍都見到群眾喺走避嘅時候，剩低嘅衣服。可以喺美農曆年期